平安，平安。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朝见神。这个时刻，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可以安静我们的心。你也可以闭上你的眼睛，我们就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带着一颗渴慕的心，为要来朝见他。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来预备，来等候。这个时刻，我们来为自己来祷告，我们为在今天的聚会，愿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圣灵来触摸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将一切的思虑烦扰都完全的卸在神的脚前，愿神的灵来医治我们，来浇灌我们。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一起来等候神。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神啊，让我们的心来朝见你。主啊，我们唯有在安静之中，才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非常的繁忙，主啊，但愿帮助我们能够更多分别为圣，到你的殿中，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很需要你，我们需要在安静之中可以来听见你，在安静之中可以来遇见你，来预备我们的心。主啊，愿你的灵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谢谢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今日的主日崇拜仰望在神的手中，愿亲爱的圣灵能够来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唯有在安静之中才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唯有在安静之中才能够来遇见你。主啊，我们将一切的思虑烦扰，主啊，都卸在你的脚前。愿神的灵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生命，愿你的话语，主啊，也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不断的，主啊，能够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在今日的崇拜，主啊，愿你的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啊，也将今天的信息，主啊，愿我们所听的，主啊，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造就。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现在邀请弟兄姐妹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大声欢呼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拍掌，我们一起来扬声欢呼。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
是的，我们的神是行奇妙奇事的神，让我们再一次的用拍手，接下来赞美我们的王，因为在我们的神是一位世事不变的神，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他。来一起敬拜我王，来屈膝在他脚前，他行奇妙作为。看那我救主作为，看那爱胜过一切，他行奇妙作为，他行奇妙作为。哦，天堂的英雄，你战胜死亡，你释放了奴役，将锁链断开。哦，神，你行奇妙作为，在自由中欢呼，我们被唤醒。哦，耶稣，我救主，我高举你名。哦，神，你行奇妙作为。来拍掌欢呼我们的神，我们神是施行奇妙作为的神，来更多的赞美。不变奇妙作为，我知道你会再次成就，因你应许是是和 Amen， 你行奇妙作为，你行奇妙作为。哦，天堂的英雄，你战胜死亡，你释放了奴役，将锁链断开。哦，神，你行奇妙作为，在自由中欢呼，我们被唤醒。哦，耶稣，我救主，我高举你名。哦，神，你行奇妙作为。而且来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超乎一切，哈利路亚，你永不动摇，哈利路亚，你行奇妙作为。再次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超乎一切，哈利路亚，你永不动摇，哈利路亚，你行奇妙作为，奇妙作为。哦，天堂的英雄，你战胜死亡，你释放了奴役，将锁链断开。哦，神，你行奇妙作为，在自由中欢呼，我们被唤醒。哦，耶稣，我救主，我高举你名。哦，神，你行奇妙作为。再次宣告天堂，哦，天堂的英雄，你战胜死亡，你释放了奴役，将锁链断开。哦，神，你行奇妙作为，在自由中欢呼，我们被唤醒。哦，耶稣，我救主，我高举你名。哦，神，你行奇妙作为，你行奇妙作为，你行奇妙作为。是的，神是一些奇妙作为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尊荣都归给你。是的，我们再一次的恭敬站立在这圣洁之地，我们要大声的呼喊神。我们更多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他。
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更多深深说，神，我们需要你。主要愿神来一起来接近我们的心，主要愿你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可以更多与你靠近。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宣告，求医治，求医治接近我心，让我们可以更多看见，开启我双眼，看见你心意，教我如何能爱你的百姓。若要能触摸你心，我所做一切全为你旨意，一生追求你直到天地废去。Hosanna，Hosanna，Hosanna，归至高神。Hosanna，Hosanna，Hosanna，归至高神。来高举我们的双手。Hosanna，Hosanna，Hosanna，归至高神。Hosanna，Hosanna，Hosanna，归至高神。Hosanna，归至高神。Hosanna，归至高谢你，感谢你满满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用喜悦的心来迎接圣灵降临节，是因为我们看见主的救恩是美好的安排，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赐下新生命的应许。我们又迎接了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人世间来做我们的保惠师，来保守我们认识神，走在恩典的道路、复活的道路。主啊，我们也在这个复活圣灵降临节当中，来见证神的救恩，也看见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做美好的圣工。教会设立，也能够见证主的福音，来建立上帝国在这个地上。愿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聚集，用感恩的心来献上，用赞美求神从天上降下大能，高某每一位，让我们的敬拜蒙神喜悦，每一位弟兄姐妹得着美好的造就。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的免了债，不叫我们进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谢谢，今天是提摩太的他们的美好的服侍敬拜，我们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谢谢。恭硕上帝的话，今天的经节有2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2节，第二个段落是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到第8节。我们一起来恭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亲是园丁，
所有的接连着我而不结果实的枝子，他就剪掉；能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剪，使它更多的果实。如果你把这些事指示弟兄姐妹们，你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人。同时，那信心之道和你一向跟从正确道路，会帮助你自己的灵性上长进。至于那些不值一谈的荒唐传说，都应该避免，要为着虔诚的生活锻炼自己。身体锻炼固然有些益处，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对你来有益处，因为或者带来今生和来生的盼望。我们圣经的经节读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请三语小组为我们来献诗。献诗之后，请夏牧师来为我们讲道。夏牧师今天为我们讲道的主题是灵命健身与敬虔的操练。灵命健身与敬虔的操练。
哈利路亚！我们谢谢我们的善音小组用美好的歌声带领我们来敬拜神。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圣灵降临节，那我们知道教会的节期呢，有一它的节奏。我们在周报里面有报告圣灵降临节的来源。我们看到这个谱架上面有一个复制的鸽子还有几只鸽子在这边，在象征圣灵的降临。那圣灵就是教会的生日，也看见神在借由圣灵建立的教会，在2000年来一直在见证这个神国的恩典。我们也在借由今天的这个圣灵降临节，一起来领受圣餐，来见证神的祝福。我们要分享主的话，一起来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恩典满满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示下许多奇妙的作为、拯救的作为、救恩的作为，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跟眷顾。神啊，让我们因为认识神，我们愿意跟随神，也愿意走在神奇妙救恩的道路。我们更要学习怎么样操练自己，能够跟神更亲近，也能够参与神国的建造，能够为主来传扬福音。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力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要借由这个圣灵降临节讲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灵命健身跟敬虔操练。那这个主题呢，有一个特别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有以下几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第一个是我们中会目前以前在分享当中也跟各位弟兄姐妹做报告了，就是我们有中会，我们台南中会有81间教会，在台南这个地区那不包括那个曾文溪以北，曾文溪以北就是新营啦还有类似关子岭有没有？还有那个白水溪那个部分不属于台南中会，当时在分割的时候就属于嘉义中会。那光那个曾文溪以南到我们高雄的界限，我们就有81间教会。我们设立这个台南中会，然后再迎接黄金10年。那这个黄金10年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中会要在2030年来迎接设立100年。换句话说，在1930年的时候，我们台南中会正式有这个名称建立起来。那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我们不是今年刚好要庆祝160周年吗？那100年，那60年怎么办？原来是这样子当初你知道这个宣教师来台湾传福音，因为要有一个教会的架构来管理，所以那个时候叫教士会，就是宣教师负责来管理教会。那你就知道那个很严谨的啦，比如说谁可以当牧师，谁可以洗礼，谁可以传福音，谁可以当传道人，这些要有一个机制来管理。所以当时刚开始教会那个成员都少的时候，都有教师会来管理。后来慢慢形成，慢慢有教会设立了，也有牧师成立了，有牧师被案例了，长老执事被案例了，但是整个南台湾都属于一个叫南部中会。后来慢慢觉得说，这个地区太广大了所以经过60年的经营，你知道60年大概就是到193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日本在占据的时代了。那时候就发现说，我们在地的领袖啦牧者啦平信徒啦，慢慢已经成长了，所以他们要有能力来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在1930年的时候，正式把南部，当时英国的我们的母会在南部把它切割成4个中会。那这4个中会是从台中以南大甲溪以南，台中中会，再来就设立了嘉义中会，再来就是设立了高雄中会、台南中会，这4个中会。所以这4个中会都同样在1930年成立了这个是我们台南中会的这个身份证，那就是要在2030年成立100周年。那
在这前面这10年当中，我们中会把它设立这个叫黄金10年，就是要迎接100周年。我们希望能够有点类似我们要迎接50几年一样，大家一起努力，怎么样教会建造、门徒的造就、栽培、培养，所以要进行教会宣教、教士成长以及门徒的训练这些计划。那刚好我们富强教会明年也刚好迎接50几年，那这个也同样的性质啦。中会性的跟我们自己内部的，但我们内部的教会，我们要组织啦，要动员啦，会比较方便。但整个中会必须要各教会一起来努力，才能够成就。那中会的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他们就是觉得开拓教会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是如果教会增加，信徒没有增加，或是教会增加，信徒增加，但是信徒的属灵的能力那么弱，那人数多寡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是要每一个要成为强兵强将，所以呢，希望能够在这10年当中一直操练自己，一直努力去推广，让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一个勇猛的将士这样子。所以在今年呢，我们就开始推动一个叫做中心门徒属灵操练、敬虔操练的8步，就是8个步骤，希望能够推动。在我们台南中会有81间教会，大大小小啦，都市的啦、乡村的啦、偏远地区的啦，一共81间。那为了要推动的时候实际有成果，所以就在今年下半年，希望能够挑选14间教会，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试验性的或是一个示范性的。那我们富强教会很荣幸就被邀请在当中我们是14间当中的一间呐。那等于是7月开始，我们要推动这个自我的操练这个操练其实听起来好像很严肃，其实没有，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把它纳入有一个规矩，有一个数据，或是有一个管理这样子那从7月开始，所以现在是6月嘛，我们准备要7月开始，我们就要在我们富强教会来推动。那到底为什么要推动？有什么理由？什么原因？我们要做一个解释，然后我们在周报里面也印出来了。我们希望能够从牧者、从区长、小组长、长职，一直到我们的平信徒，还有包括我们的青少年，还有儿童，大家都一起来学习这8个项目。这个8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被装备的基督徒，是有力气、有能力传福音的基督徒。所以牧师要做一个等于是今天的一个说明，用讲道来说明到底这个事工对我们有很大的重要，无论是中会也好，或是我们要迎接50周年，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学习那我们的灵命操练，我们最容易理解的就是健身啦，身体的强壮操练。那我们也都知道，大家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那个体育运动，我们下午就要准备去打那个排球啦。我们很多队都已经在练习了怎么样上场把最好的拿出来我们知道这个运动不外乎就是有健康的体魄，有充足的体力，还有肌肉非常的训练敏捷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台湾呢最近这几年呢对运动也非常的重视了你看我们很多单项运动现在都在世界蛮得名的，棒球啦、羽毛球啦、桌球啦。那我们教会，我们政府就是最近要成立体育部把一个全民的运动项目当成一个国家的一个部门来推动。你看，就表示多重视。你看，我们有教育部啦，有我们所谓的经济部啦、这个内政部啦。以前运动是属于教育部的一项，叫体育署，现在就把它独立出来，那表示政府非常注重。我们在推动台湾的经济发展啦，我们有很好的GDP 啦、成长啦、工业商业发展啦，但是要有健康的身体来配合。所以呢，我们对健康大家都很重视。那我们从这个健康来这个入口，灵命操练其实就是像健身成长一样。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人现在这个时代没有那么多时间运动，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办一张健身房的会员卡，因为那个地方设备很好，还有冷气，你可以在那边好好的运动，还有可以洗澡、吃东西就把要做的运动都在健身房里面把它完成了。所以你会知道说，你办了一张会员卡，那你会认为说，会员卡我办到了，那等于我健康就有了，会不会这样子？你都知道说，办会员卡是一个心意啦，一个起心动念啦，但是办会员卡不等于你就是会变健康，因为健身需要有果效，就是要持续锻炼、忍耐、突破极限。有人要举那个杠铃，有人要跑步多重要再多一点，跑步更耐久一点，或是更快一点。所以这个大家都清楚的概念，你不是因为你观念认同，那你就等于你已经得到健康了。所以换句话说，只办会员卡不等于你身体会变健壮。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我们好像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认识了主，你接受了主，好像你就是办了一个灵命健身卡一样。但是这个健身卡不等于你灵命健康，因为这个卡给你了，你放着不用，你没有在练习，没有像在健身房里面一直练习，那就没有用。所以属灵生命也一样。基督徒信主以后，像办了灵命健身卡，但是我们没有实际做操练、祷告啦、读经啦、操练敬虔生活啦。其实我们的灵命还是留在婴儿阶段。灵命成长健壮是绝对需要每一天从敬虔所开始的。所以，我们就会理解说，为什么保罗在勉励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不要像婴儿一样一直在吃奶。不能强壮起来，不能操练起来，所以基督徒，我们富强人进来到教会，很欢迎你，你受感动，接受主，但是接下来说，你要走自己的路，要勇敢接受操练，要接受门徒训练。所以我们有门徒课程，我们有查经课程，我们有各样的背经、读经，各样的操练，目的是说，大家就有一个规范，大家愿意遵守，愿意接受，所以我们要一起成长，一起突破。就像你办的会员卡，你要常常去报到我之前看到我们教会的那个汉恩浩恩哇，他们好认真去健身房，好认真在举杠铃还拍了照片，表示说他很注重自己的健康。那很多人可能比较不喜欢去健身房，有的是去到球场，有的去到运动场，有的是用跑步，用走路。但是唯一的重点是你要持之以恒，对不对？那信仰也一样，我们常常以前比较传统的基督徒我们会用台语在讲几种灵命不健康的，比如说叫做半信兄，有没有听过？半信兄半信，就说平常好像他也是基督徒，但是对信仰也不了解，圣经也不了解翻旧约他翻到新约去了，要祷告吓得不得了，不敢祷告。那这些都是我们说的半信兄。我们以前的台湾话有讲一句话说：你要去听道理，听懂听道理道理听，但是有听有没有懂不知道。那有听有没有去行，那就更重要了。所以无论是半信兄，无论是听道理，我们又有一句比较批评的话，就是说。听道理听到偏离加价偏，有没有听过？加价偏就是没有认真在对待，信仰都没有认真所以呢，中会也好，我们互相教会迎接50几年也好，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全民运动，就是弟兄姐妹大家都参与到一个属灵命成长壮硕的一个运动过程。那因为我们就像在运动一样，如果没有人邀你，没有人鼓励你，就会懒惰下来。所以要互相催促嘛。办了会员卡，今天要去去报到了。我们也一样，灵命健身呢的操练，它有圣经的意涵跟背景，很清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这样做。保罗
他在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就是年轻的传道提摩太，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预备来，身体的。好，这段很清楚。保罗说身体健壮很重要，有益处，但是更重要的是属灵的锻炼，各方面都对你有益处。这个不只是今生的益处，还包括来生的盼望。那表示保罗很清楚这件事情，要年轻的提摩太好好的操练。所以呢，属灵的操练才是真正影响我们现今生活跟见证，及决定我们永恒生命的一个归属。所以没有操练，你等于知道没有去做，你只会知道健康，但是没有去操练；你等于知道营养很重要，但是你东西都不吃，或是偏食，或是常常饿肚子。要去执行。换句话说，敬虔不是一种思想，乃是一种生活；敬虔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持续的操练。我们知道操练我们这边有中文的有写也操练或是锻炼。锻炼跟操练在希腊这个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在希腊原文意思比较很完整的，就是说是一个赤身裸体的、无遮掩的。古希腊的运动员呢，他们在运动，他们要不受干扰，因为当然那个时代没有像我们现在穿那种排汗衫，对不对？穿得非常的紧身嘛。你看那个橄榄球啦，或是足球会碰撞的，他们穿那种衣服也不怕被拉破。但是古代没有这种健身的衣服啊，所以他们要运动，干脆就全身脱光，那不会觉得害羞啊，因为身体能够显示你的肌肉，还有那个运动的韵律出来，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训练去投入竞赛，甚至他们为了要让身体更光滑用橄榄油把涂抹身体这样子充满那个光泽跟灵活性，象征荣耀跟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罗马啦、希腊的雕塑，他们都是赤身肉体的。但是肌肉，比方说健美，你看这种很出名的运动的这个雕像铁饼的雕像，它全身赤裸，就是把肌肉显露出来。这个古代他们在做这个摔跤或者在那个博弈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互相用肌肉来显示出来。然后这个在健身房也一样，那他们就是以肌肉来表示这个全身的毫无保留的付出，所以锻炼属灵的锻炼也是这样象征啦，就是毫无保留的完全献上。对今日的基督徒而言呢，敬虔操练不是一种感觉而已，而是一种经年累月不断付代价的操练。那我们就知道说，要操练，要付出心血，那是有阻力的，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好逸恶劳人讲骨加病大做谁愿意这样子去流汗呢？辛苦呢？操劳呢？所以要有一个意志性的，要一个努力勇敢去克服的，那就是无论是你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健康，当然就包括灵性所以弟兄姐妹，运动员在体育馆中每日锻炼身体，我们也要在灵命的操场中训练自己，因为未来要得着那个不朽坏的冠冕。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知道，在运动场参加竞赛的人他们很多，只是有一个得奖，所以你们要抱着夺标的信心来跑，夺标，努力得奖。我们知道很多人练习球类也好，运动场竞赛也好，他跑运动，他目标就是为了得到冠军。球类也一样，所以呢，基督徒要有一种想要突破自己、操练自己、成长的一种概念。那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要操练、要锻炼，那为什么呢？信仰为什么要操练呢？操练的意思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个体
这个体的一个属性啦。一说没有人生下来就那么厉害的，你要学习技巧，你要学读书，你要写字，你要练习这些数学的逻辑操练，你都要一直演练，一直演练，没有一样事情是有例外的啦。现在包括我们当然流行美食，对不对？就光煮一个台湾的小吃哈，为什么这一家的产品大家很喜欢去排队，那一家就没有人要去？那都是很多学问呢，那就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测试。那信仰更是这样子，敬虔的信仰不会自动生成，是持续操练的结果。属灵生命若不操练，我们那些属世的习惯就会主导我们的生活。换句话说，好像一种推挤的作用，你不操练，你的俗世的或是以前旧的习惯就会跑出来。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哈，在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有一位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叫 Wendy Wood， 他这个教授做了一个研究，他说人类每天有约40到45%的行为是出于非有意识的决策，是自动化的习惯。他说请记得你有一半的东西哈，你是不用想就自动会想做出来的。这些习惯变成习惯，那习惯有好习惯啊，有坏习惯啊，对不对？那你要注意说，这50%的习惯到底是会让你走成功之路、走健康之路、受人尊敬成长之路，还是说这个就是在影响你健康、影响你人际关系、影响你成功的一个要素？因为这个是无意识的，自动会这样子的。最简单是我们知道，早上一起床，你会想说要去洗手间洗个脸、刷个牙，这个没有人教你，你自然会这样做。但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去做决策，要做决定。那些习惯如果是好的，你每天都在做，那就是好习惯。灵修也一样，读圣经也一样，锻炼身体也一样，这些自然的习惯就会让你走向一个健康或是更美好。那他说，如果不刻意建立新习惯，不建立你在压力下会回到你熟悉的可能错误的模式，比如说焦虑啦、拖延啦、抱怨啦、自我中心的选择。意思是说，你很多不好的东西，你要刻意的去排除，刻意的去操练自己，让那些不好的离开，好的进来。另外一个数据研究就是说 ，MIT 麻省理工学院他做一个神经科学的调查，说每当重复一项行为，大脑的神经连结会加强，形成所谓的习惯回路。一旦形成，就会在不思考下自动启动。这个我想道理也很清楚。你知道很多运动员呢，他就练一个动作，一直练到一种自觉就是没有意识的，就自然反应的。打球在那个一瞬间快速的速度之下，谁还能够想那个东西呢？球一丢过来，好90迈，那个球根本你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到底要走哪一条路，你是意识上就是习惯性就出去了。所以你如果练到一个程度，你一个自然的反应，那这种如果是好的习惯回路，你就形成一个美好的成长。如果没有，那可能会回到这个属世的，因为你没有那个建立那个习惯。所以这个习惯回路就是你如果不主动操练，属灵习惯就会被世界塑造一种属世的习惯。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更看到说，那从基督教的信仰来讲，美国是一个基督教比较普遍的国家。他们做一个研究，在今年的一个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个叫美国世界观的调查。他们在调查这些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反映信仰在他们生活上。他说，在相信圣经的是有上帝存在，
并影响人类生活的美国人成年人当中，有85%，他们表示说，他们与上帝有亲密的属灵关系，经常祷告，并信靠他引导。换句话说，这个有信仰的人，他们有85%的人觉得信仰上帝是在引导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祷告，甚至他们的决策。所以他们说，有85%的每周阅读圣经的成年人表示，上帝在他们的生活中积极参与，并对他们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换句话说，你如果跟神的关系很亲密，你的思考、你的判断、你的决策、你的价值观，神的信仰，对神的信仰会大大的影响你。所以换句话说，你的灵修、你的祷告会改变你。所以定期的灵修跟祷告习惯，它在困难中依靠上帝，保持信息之间的密切关联。他这个统计就是说，这支持什么？信仰敬虔的生命不是自动生成的，是长期操练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些85%人，因为他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他们就发现神在引导他们一个成功的生活、健康的生活、见证主的生活。但是如果不操练，这个属世的老我跟习惯就会主导我们的生活观点。你不操练，你就没有移到这个属灵的境界，你就回到一个肉体的、软弱的，或是罪性的社会。所以强调持续灵修、祷告，在信仰中，在培养坚定的信仰中，非常的重要。好，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属灵操练，这样属灵操练，因为它不会自动出来，你要一直操练的结果，一直操练，把它变成一个习惯，变成一个自然的反应。那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大部分都很了解，因为人的本性是属于肉体的，肉体那种自然的反应就是好逸恶劳，一种根源性的问题，它不单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在的罪性。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几段经文给我们很清楚的回答。第一个，保罗说，我们知道摩西的法律是属灵的，但是我是属肉体的人，已经卖给罪做奴隶了。保罗亲自经历到这一种肉体没有办法属灵，因为被罪所辖制了。7章18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没有，就是在我的本性里没有良善，因为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行善的能力；有意愿没有能力，因为人的肉体就是一种血气，一种弱点惯性。那这一句大家更熟了，保罗这样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换句话说，保罗他把这样自己肉体的软弱，用清楚的话语表达出来。我想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认同。换句话说，这个肉体的部分，你不经过磨练操练，不经过淬炼，它就会回到那个软弱的部分、罪的部分。所以呢，有这样的结论，就是说，诱惑你不需要教导，因为是属于肉体的自然本性。就像很多动物它为了求生存，它必须要去狩猎。它如果不强、不残忍，它就没办法活，所以它就要去狩猎，就要去把那些小动物把它抓下来吃。但是自制却需要训练，诱惑不用训练，但是自制要训练。你要去克制自己，失败会怪别人，成功会归自己。自私不需要教，但是慷慨需要培养。报复来自本能，但是饶恕却已抉择。很多事情是肉体自然发生，没有人教，但是有些事你要刻意去操练自己、培育自己、克制自己。第三个也跟肉体有关，就是人的本性是懒惰的。没有人遐有闲要做遐代志啊！一不催促，一不要求，你就会回到原位了。所以呢，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因为在箴言19章24节非常有趣的一句经文，他说：“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连举手送入口也嫌麻烦。”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人
真的连东西在盘子上你就懒得拿起来吃。有一些小朋友啊，有时候懒得吃饭，妈妈要请他多吃一口，他都不要，也可能不觉得饿吧。但是换句话说，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本性就有这样的软弱了。这个也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那种要付出代价的、付出劳力的、付出操练的，有时候人比较畏惧，不愿意。除非你已经热烈喜欢它，或是有强烈的动机，比如说你有求胜的欲望，或是你想要健康，要不然的话，你都会自动退缩。我们都知道，健身房装修那么漂亮，但是美国的健身房，他们协会有一个数据，他说平均月缴健身房的会员费大概$60呢，好，大概1800台币。但是他说，统计有67%的会员每一个月就缴了这些钱，但是不去，钱缴了给健身房赚，不想去，或是没空去，就反正缴了。所以为什么健身房很厉害？他会鼓励你交月会，鼓励你交年会，因为知道说你交了我就赚到了，因为没有人真的那么认真去练，所以他可能这个健身房可以容纳100个，他可以收300个，因为知道不可能全部都来呀。这个就是人性。虽然你买了卡，你认为已经健康了，其实你就不操练就没有用。另外一个测试就是说，同样有电梯还有走楼梯，请问你会选择哪一种？这个数据当然年轻人比较没有困难，但是一般人是这样说了。楼梯跟电梯大概同时存在的时候，90%人会选择电扶梯，因为走路很辛苦。好了，除非你有意识说不行，我要训练自己。我们教会的那个楼梯口都会贴一张纸说，走楼梯会帮助你健康这样子。这个是人呐，我说，中世纪的一位出名的神学家叫 Thomas Aquinas， 他在他的很大部著作叫《神学大全章》他将怠惰看作是一种对神事工的懒散冷淡，是7宗罪古典的7种罪之一。懒惰、怠惰、秉端，就是7种罪之一他这本著作这一本就古典的书天主教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他有这样说，他说对善功没有热情，对灵性追求感到沉重，情绪上倾向拖延、冷漠、自我中心，他把它看成一种罪。换句话说，让接受的人知道说，我要去对付他。人总是好逸恶劳的，总是会懒惰的，总是没有办法去克服自己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才说为什么要邀请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努力来面对这样，大家彼此鼓励。刚刚讲无论是运动也好，做一些操练也好，大家彼此鼓励招呼比你个人自己去摸索更有用。所以信仰跟灵命还包括一种关系的建立。你一个人默默去做会觉得很辛苦，但是大家彼此互相帮助会很快。所以信仰跟灵命呢，是关系的建立，不是真理的同意或是知道而已，是一种关系建立，让你有一种动力去进行。所以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与他相交，进入关系，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而已。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有些人有一种观念说我自己在家灵修就好，我跟上帝关系就好，但是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要跟人产生一种连结互动，你才能有一个成长，或是一种自我的考验。面对到底我想的对不对？别人会不会接受我的想法？或是我面对一个比我更有成长的人，我怎么样从他学习到？或是有一个他还软弱不够力的，我能够帮助他。这个是一个弟兄姐妹大家彼此同心合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这个关系如果没有，你说你信仰是健全的，那是骗人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耶稣讲的这句话去看见这个关系的建立跟成长是多么的重要。耶稣说，
马太福音4章19节，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句话我们熟了不能再熟了，但是这句话里面有3个面向，让我们去看见。第一个，他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就是关系建立，不只是身体走在耶稣后面哦，跟着没有不够哦，是进入一种生命的关系。我们知道门徒跟随耶稣3年了，我们知道那当时啊也没有课堂啊，也没有教室啊，也没有黑板啊，他们的课堂就是在野外，在旷野，或是在会堂，或是在这个船上，或者在海边，因为他们是跟耶稣一同同行，听他的话语，模仿他的行动，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睡，那种生命的关系。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就是这个目的。”第二个，他说：“我要使你们。”这句话好像是一个动词而已啊，使你们，或是一个副词，但是重点是说，使你们不要干啥，使你们生命得更新。门徒的生命改变，是因为他们跟随耶稣被塑造出来，而且这种生命的改变，不只是跟随耶稣3年的学习哦，还包括经历了耶稣的受难、耶稣的死亡、耶稣的复活，然后圣灵来，才完成了整个，好像他们要圣灵降临的时候，才真的是毕业了。那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果效？跟从我，使你们再来就是得人如得鱼，这个就是效果。果效出来了，你的使命跟侍奉才有成长啊！基督徒弟兄姐妹，大家来，有没有跟随耶稣？大家来有没有使我们？我们要办理门徒学校，我们要查经班，我们要读经，我们要背进去。你说使我们你就没有使啊，都没有使，都别人做，我没有做，那你怎么使啊？使我们之后要有成果，要有成绩啊！你参加运动练习，我们的排球队很多人上个礼拜开始在练习了。你有练习更多，你平常有在练习，你今天上场，你一定会成绩会比较好。那耶稣说，得人如得鱼，就是我们基督徒跟随了耶稣，有关系了，成长了，学习了，操练了，那就是呼召的目的，就是不停在改变自己，参与神国的行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呼吁大家，我们一起从信仰敬虔，是从感觉很好，回到真正的磨练操练。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说我为什么会信主呢？我参加了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哇，唱那个歌让我很感动，流眼泪。这个是第一步，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天天感动流眼泪，都没有行动啊。好，你接受主了，是第2个行动。但是再来，你要真正从圣经根基去学习，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给你感动。不然你只停留在感动，可能一时很热情，但是没有实际在你生活上产生效果。你不可能天天那么热情，那么嗨呀。所以我们教会这段时间呢，这20年来，因为台湾聚会很多有形成一种叫做特会族啊，特会族。哇，很多人很喜欢参加特会，因为唱诗歌很棒，很嗨呀，哇，感动流涕啦，很舒服啊，回家又回到原形了，因为你只感动，但是没有操练。所以，信仰要操练。我们第一个回到圣经的教导，要有正确操练。刚刚我们读圣经，保罗提醒提摩太，操练身体还少，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敬虔需要有意志、纪律跟恒心的操练。那有意志、有恒心操练，我们最简单，从最基本的开始。我们说基本功嘛，建立灵修生活的节奏跟习惯。所以，我们教会本来就有在做了，只是说这次中会要提出，我们说好，我们一起来配搭看看，有的继续，没有的把它补足，我们一起来努力。大家经过这半年的测试，一起参与之后，我们来找了一个结论跟报告说，给中会参考，是不是太难啦、太严格啦，或是还有可以增加的？所以呢，我们每日定期读经祷告、主日礼拜、定期禁食、默想服事，这些
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仪式活动节目，把它当成一种仪式节目而已，而是看见这个就是一个扎根之道。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个非常规律的聚会活动，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很无聊哎，但其实就是在稳定当中一步一步在增长。就像你吃饭、你运动、你饮食、你习惯、你睡觉，这些都是一个规律的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是帮助你扎根的。第三个，我们要回到这个主题，信仰不只是感觉，而是行动。我们看见一个最好的典范，就是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他很痛苦，他很想要拒绝这个挑战呢。哇，这个受苦是非常大的一个大震撼，但是他选择顺服神的旨意，因为这个提醒到我们，信仰往往是意志的抉择，而不是情绪的顺从。所以我们看到有的基督徒呢，他情绪起伏很大，哇，一时很热心，一下子遇到挫折，又回到原形了。然后当初帮助他的人，他感谢得不得了，但一旦他不合他心意说就是你害我的，或是你怎么样，批评一大堆，是因为他没有真正进入到一个属灵的操练，去培育自己，光只是一个凭自己的好恶。我们常常在提醒基督徒说，你来到教会，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消费型的基督徒。你来到这边都看到谁有没有招呼你？你有没有看到谁有没有那个帮助你？你的服务好不好？你的唱诗歌唱的合不我的心意？你是参与在里面的，而不是在享受像去百货公司人家怎么服务你。前几天我听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案件，他说一个客人去到餐厅里面，那餐厅那个超商的店员你们买东西对不对？第一个人买，他就说好谢谢。那第二个他进来了，他忘记给他谢谢，竟然去告他说你没有跟我谢谢，所以呢要补偿这样子。真的法官也很好玩，真的把他办下去呢。到最后判说这个我做服务业谢谢是一种礼貌，但是没有也不能违背所以到最后就没有了，就是没有，反正就没有成立就对了。那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呢，不要有一种消费者的观念，好像觉得来到这边大家都欠你，不是是因为你在这边，你是一种行动，是一种意志的抉择，而不是凭感觉。弟兄姐妹，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中会提出的这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规范，那我们教会本来每一年都年初就在开始做这个事情，我们只要加一个部分，我们比较没有特别强调的，就是家庭啦、亲族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信徒基督徒要有一个装备，但是家庭如果能够健康，家庭能够兴盛，那教会一定会兴盛。所以这以下我们在周报里面第9页已经写得很完整，但是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说他分了4组，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全员来参加。我请大家看一下，觉得说我要努力看看。本来我已经有做3项了，我再加4项，再加5项，如果8步能够都完成最好。有些部分是很简单，你都已经在做了，你会讲说，哎呀，连这个也在讲就是表示说有的家庭，有的教会没有在做这种事情所以他就把它一个基本的规范下来。第一个简单下，这个牧者传道，这个是比较属于传道人的，我们就先跳过，这时间不够这里面在周报里面就有了。第二个是长老跟执事跟小组长这些领袖第一个他说至少2年读1遍圣经，有没有困难？我们教会呢在年初的时候，很多人登记我说我1年就读1次啦，所以2年才读1次，你可以1年读1次，或是2年1次。第二个，鼓励你每一周举行1次家庭聚会，无论是你什么形式也好，大家邀起来一起吃个饭，饭前先做一个聚会祷告分享，或者说你孩子在外面，我们用视讯的一起 RPG， 那这个不困难的，1个礼拜才1次以前我们长老教会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早期农村时代，每一晚都要做家庭礼拜。我们现在很多
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你都有这种经验。晚上没有地方去啊，大家都在灯下啊，有长辈来带领这个家庭礼拜啊，这个不困难。第三个更简单，每个月全守主日，大家没有特殊的理由，大家都来守主日。我们教会呢更重要，就守主日，参加小组，对不对？参加祷告会，我们是3种所以这个我们要再加一下，主日还有祷告会还有小组哈。第4个更简单，你们这个可能每一个礼拜都有吧？他说1月1次至少要家庭聚餐，当然，如果这个小家庭天天在聚餐但是有一种仪式感就对了，大家一起邀去餐厅吃一顿饭，大家要培养那个家庭生活特别如果说已经有长辈了，孩子不住在一起，能够邀一下。我们教会通常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些家庭他们是平常不住在一起的，他们就会约说好，礼拜天大家来做礼拜，之后大家一起聚餐，这个是很好的传统那第4个是，这个每月1次家庭聚餐那再来是每月尊荣父母。尊荣父母的意思是说，对长辈有一个尊敬，有的是拿个那个生活费给他有一个供应的意思啦。当然有的人会讲说，老爸比我有钱怎么需要呢？其实是一种尊敬的意思拿个零用钱让父母亲觉得心中很喜乐。长子要培育自己每月有一个11奉献，我们教会这个传统很好，很多人都在执行了，我们在努力。第7个是白纸布道法，白纸布道的意思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方法，以后我们会介绍第8是至少每年要度假1次，我想我们互相教会这个做得很好，因为大家常常去度假、去露营还有去国外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些没有困难那其他也类似，弟兄姐妹更轻松了，3年才读1遍圣经，然后也每周能够举行1次亲子家庭聚会，聚在一起也好 ，RPG 用视讯也好。第3个也一样，第4个也一样，都一样，守主日、家庭聚餐、尊荣父母、约定奉献，有一个固定的做奉献。第7个白纸布道法，第8个度假1次。你看这个，我们教会本来就已经在执行了，对不对？最后一个是什么呢？青少年、儿童，我们来训练他们一个理财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们当然青年壮年都可以参加啦。他说推动犹太人5个钱罐的习惯，养成财务管理的习惯跟敬畏神的态度。我们知道今年的暑假，我们的我们主日学校举办那个夏令营他们就是要做一个理财这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就是说，那5个钱罐，它是从小让我知道很多人教这种理财法。就你家里面有3个信封，对不对？你1个月的薪水来怎么分？其实这个类似啦。他们就这样5个钱罐是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当然有的儿童说我没有零用金怎么办？其实是要训练他而已啦。比如说你1000块给小朋友做零用钱，你要训练他1个钱罐放10%当奉献，第2个钱罐是当慈善的。换句话说，有20%是用在别人的身上。训练他，长大他就有这种能力了。第3个是储蓄10%，投资20%。当然小时候小朋友那么没什么钱，怎么投资？可以用一种别的方法让他知道说，寄在妈妈这边生利息也不错有学校的小朋友很厉害呢，他去学校帮同学说我帮你做什么事情他那个小朋友就赚了钱。犹太人小朋友很会做这种事情，我帮你服务你可以付我一点钱这样子。但投资是让小孩知道说钱要有一个成长的观念第5个才是消费。那这5个钱罐当然也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罐子啦我们看中会怎么样提供一个范本，或者是说5个比较坚固的信封也可以。那这个是我们希望主日学我们青少年能够训练自己能够学习这种理财的习惯。弟兄姐妹，你看这些资料在周报第9页，你会觉得有困难吗？其实没有，只是说我们大家全员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学习，你会觉得很有趣大家彼此可能我们到时候会发一张表给你自己
做填表，说，我有达到，我达到啊。当然，我们到年底来测试看看，说，这8项我一共成长，我们一共完成了几项？如果说，有8项都很简单完成了，那表示说这个实施的方法，我们互相教会能够有办法，那其他教会也能做。如果到最后说太困难了啦，哇，这个做不到，那我们就要检讨说，那要不要再减轻一点这样子？换句话说，我们下半年就成为一个示范性的教会，14间当中的一间，我们要把这个数据提出来，让中会去参考说，这个可行很好。我们努力怎么做？还有包括说怎么样执行，怎么样鼓励，也许透过小组，透过我们的团契，透过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彼此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在属灵的操练上，你成为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人。我们一起来努力，也希望我们在7月我们会把比较实用的方式来介绍给大家，大家一起来学习。希望你在祷告当中说愿意，我要参与这个活动，参与这个操练，让你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祷告，开始来领受圣餐，来攻守圣餐。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在看见灵命健身跟敬虔操练的重要。主啊，我们知道人的个性软弱，肉体常常会推脱或是软弱退缩。我们求神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旨意，看见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努力勇敢，像一个健身要健康的人努力去训练一样。主啊，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现的旨意，让我们成长再成长，突破再突破，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美好的祝福。感谢你，我们要透过圣餐来见证神的恩典跟祝福。求你让我们看见这种力量是透过主耶稣赐下圣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坐着唱这首诗歌《宝贵十架》。我们再唱1次半了哈，副歌再多唱1次。我们弟兄姐妹准备要来迎接领受圣餐。我们来唱《宝贵十架》。有弟兄姐妹可以拿麦克风帮忙唱哈，来。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宝贵十架，宝贵十架。的能使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哈利路亚！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属于他教会，按照教会规矩可领圣餐的，我们一起来领主的圣餐。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主耶稣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学习保罗传给我们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主再来。”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有拿起饼来祝谢，我们奉他的名，也照他的样式，我们来感谢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筵席，为了纪念你赎罪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的恩典的帮助，使我们的灵里面得培育，也在你的恩典中成长，荣耀你的圣名。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这时候我们要请小会员来协助，来分发圣餐。感谢主，我们的小会员按照桌次来分，我们拿到圣餐，我们拿在手上。那你先献上感谢，跟神祷告说：“神啊，借由这个圣餐的这个象征，让我们领受到神的祝福。耶稣的宝体，耶稣的宝血为我而死，让我得到这个永恒生命的一个救恩。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要按照自己的需求跟上帝祷告，愿神借由这个圣餐赐下力量，赐下医治，赐下平安，赐下恩典在你身上。然后等一下我们花完了这个圣餐，2合1的圣餐，我们再一起来领受。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在祷告当中跟神祈求，圣餐是主耶稣无私为我们牺牲最宝贝的礼物，我们也同样一起领受，一起感恩，一起见证神的救赎。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有谁还没有拿到，可以摇个手，摇个手，一起来领受。属金甘木。弟兄姐妹，有谁还没拿到，可以举手来补给你。我们可以把那个透明的塑胶纸把它拉开，然后把饼拿起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
在用完饼之后，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把铝箔纸撕开，轻轻的撕开，我们一起来领受，感谢主。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献上感谢，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就今天的圣餐，我们见证神的奇妙作为。也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们一起体验主耶稣的救赎大能，为我们受死、复活，打破死亡的权势、魔鬼的计谋，也借由圣灵的降临，让我们见证这个能力是持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因为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能够见证神的作为，也能够锻炼我们属灵的生命。因为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圣经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学习神所教导的，让我们跟随主耶稣，活出生命，也能够见证神，让我们得人如得鱼，能够活出主耶稣所锻炼的基督徒的样式、门徒的样式。感谢你，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继续见证神的作为，让为主传福音、传扬神的国。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要请执事来准备收奉献。牧师要做一个补充，就是我们每一次在圣餐的时候会夹一个奉献袋。那这个圣餐奉献，牧师要做说明，就是因为它是要特别为我们的宣教基金来做奉献，而这些费用我们可以当成捐助弱小教会，或是有一些这个急难啦、救助啦，还有包括我们一些弱小教会。还包括我们总会一些组织，我们可以借由这个经费来做奉献。所以你如果有感动，你可以2种奉献，一种是放在纸袋里面，就是叫圣餐奉献；一般的纸质奉献就直接放在奉献袋里面。我们请同工来整理圣餐桌，也请执事开始来收奉献，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会。奉献。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生爱你》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请坐。接着我来报告。报告之前，我们先来恭诵本月的经句，诗篇24篇第1节，用华语来恭读2次。开始，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24篇第1节，再次，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24篇第1节。我们周报有记载很多同工，下个礼拜的同工，请相关同工人员预备心，来敬拜主和祝福主。下个礼拜的诗礼是戴婉如主事。第3页的相关信息，请大家浏览。肢体交通第4页，我们第2点，中会第1小区今天下午3点在南门教会举行圣灵降临节的全球祷告日联合祷告会。我们欢迎，鼓励各位兄姐届时踊跃参加，同心敬拜祷告。第3点，本会今天下午2点到5点半在长荣中学有举办排球联谊赛，透过这样的活动来彼此联系情感和增加我们的凝聚力。有报名的相关团队请准时报到，请我们兄姐可以到现场为他们来加油。第4点，本会定于下个礼拜日，也就是6月15号召开长子暨所长联席会议，以及50周年的庆典筹备会。地点是在我们会议室的2楼的会议室，长子会是下午1点半，50周年的庆典会是3点，一定下午3点。第5点，50周年庆祝的年度标语有票选活动。我们线上投票的就在网络投票，如果要实体纸本的，就在我们1楼的大厅有这些项目，可以6个项目可以大家来勾选。第6点，本会定于6月20号到22号举办2025年蔡正道牧师的培灵造就会。我们有2堂的培灵会，第1堂是星期5晚上的8点，第2堂是星期6的7点半。我们邀请全体会员参加，以及核心同工的造就会，我们请是星期6的上午10点，长子、小组长等等的相关首长以及副首长都基本性的要参加欢迎我们会友一起参加也无所谓。第7点，我们为了胡天祥牧师来祷告，他昨天也完成顺利的入殓礼拜、火化礼拜，还有下个礼拜6上午9点半要在我们富强教会这边举办追思告别礼拜，我们为家属代祷，愿上帝赐下安慰与力量给他们的家庭。第8点，2025年第3季的事工预定表，请各团契服事团队安排第3季的聚会的内容以及服事同工相关资料，在6月22号以前送交给干事。之后的项目期的团契消息、门徒训练事工的演习消息，还有我们的
关怀代祷事项，请大家浏览为相关的事来代祷。奉献人的征信有出入的，就会跟财务部那边来更正。以上简单报告，所以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补充。谢谢。弟兄姐妹，我做一个补充哈。第一个就是原来我们下个礼拜有一部分弟兄姐妹要去参加160周年的庆典，到凤山去。那后来因为报名的人数太多，你体育馆装不下，所以我们台南中会就协调说，有几间教会他们是部分人去的，比较不受影响，因为我们不去就留在这里的教会就好。所以我们富强教会就取消了，不去了，因为第一个怕台风来，第二个是那个场地太大，我们教会报名的都是长辈哈，如果去那边行动这个上洗手间都不方便，这个人多也不好管理哈，所以我们就有几间教会有部分人要参加的就取消了，这个很抱歉。那因为场地不够大哈。那第二个是刚刚周报里面有写，我再提醒一次，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研读已经顺利结业，感谢主，我们有21名哈，很认真哦，有的7次以上，有的是全勤参加这个研习。因为这个研习是神学院所办的，我们必须要缴费，因为我们自己教会办就不用缴钱嘛。因为有个别教会，所以我们小会鼓励说，有参加有结业、有成绩的、有证书的，我们要颁发一点点奖助金。所以呢，请这些名单的弟兄姐妹，大家在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申请到费用出来之后，下礼拜你自己到办公室去申请把它领回来，当成你下一次要上课的鼓励这个是一个部分。那第三个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祷告的书的征稿，我们希望能够给它加速，因为我们上礼拜不是邀请了苏令姐妹来当我们的特别的干事吗？她如果没有资料，她也不能编所以赶快大家趁这个机会，时间快到了，好好写，把那个见证稿写出来，让这本书里面有你的见证，好不好？好，包括个别有感动的都可以写那再来就是我们有三个查经班，我们鼓励大家踊跃参加英文查经班、青少年查经班，还有华语查经班。对于我们第2堂礼拜的弟兄姐妹最方便的，因为你做礼拜不受影响因为你只要9点来，早一点到，把时间分别为圣来参加英语查经班、华语查经班，还有青少年查经班把它人数装得满满的最好因为这样你会觉得受装备，就像今天牧师所分享的，大家一起成长，一起成长，一起造就有时候有同工帮助你会更快那再来就是我们我们请转到后面来可以吗？这个新的原来的投影片，就是我们还有主日学主日学的夏令营要快到了，7月16到19。那么这是真的是针对小朋友的理财的训练所以叫天才好管家。我们请鼓励国小3年级以上的小朋友来报名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学习。最后我们鼓励大家记得下午2点有参加比赛的好好准备，好好热身没有参加比赛也可以去参加那个当啦啦队记得稍微要有那个防热的设备啦帽子啦、擦毛巾那个水杯啦穿柔软的鞋子啦如果你觉得说在户外太热了不行，那不然邀请你去参加在南门教会3点有一个全球祷告日的祷告会那边有冷气可以吹啦，2种都可以选，好不好大家希望有一个美好的下午那同样也提醒一下，大家听到牧师讲话声音沙哑的感觉很奇怪最近那个这个新冠很流行很严重大家小心。可能年轻人可能有轻微症状了如果你没有去筛检，你可能不知道原来你有那个。但是如果对于年纪大的或是儿童感染的就不好，所以请大家最近大家都流行又把口罩带回来了啦大家保重自己的身体还有登革热的防治营，大家一起配合这样子。好，那我们的报告在这边我们要做结束。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做结束哈。唱这首诗歌，一起起立来，我的神，我的王啊，一起来唱。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怜悯，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阿门。我们请坐默祷，大家平安。